我哋專業嘅鋁窗師傅出發去名城進行防漏及鋁窗維修工程。到達名城上到屋主裝修單位，師傅們先拆下窗花，跟住拆鋁窗。鋁窗膠邊已出現融化現象，師傅要戒及刮走熔膠邊。之後穿上新膠條，另外師傅掹走老化膠條，並用專業工具嵌入新膠條。另外一些師傅搬開露台門，拆走舊露台門屋，換上新的露台門屋。換好後，將露台門搬返原位，拆下露台門舊手掣，更換露台門新手掣，拆走舊多點鎖手掣，更換新手掣。而外面嘅師傅先戒走窗邊老化膠，貼上膠紙，並加裝擋水鋁角。專業嘅師傅填滿防漏膠，並用專業嘅工具刮平及修飾防漏膠，跟住就搣走膠紙。最後掃上多層防漏膠膜，防漏工程就大功告成。另一邊專業嘅師傅正在換新窗架，完成後，師傅就合力進行上大小鋁窗工序。之後安窗花，工程完畢，妥善清理現場。工程前、工程後，更換露台門碌前後，更換露台門手掣前後，更換多點鎖手掣工程前後，更換窗架前後，更換膠邊工程前後，防漏工程前後。多謝你哋欣賞我哋嘅專業服務，下次再見。